没有，我其实一直都听得到老师，我是怕老师听不到我的声音，因为今晚我想来点。今晚我想来点伍佰老师的拥抱。拥抱。那是那个耳朵里面长鸡毛。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、友情的都可以。那是我心中的幸福，我知道到现在还是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、友情的都可以。那是我心中的幸福，我知道没有，我其实一直都听得到老师，我是怕老师听不到我的声音，因为今晚我想来点。拥抱。不要再提了，不再提了，那是高雄的事。那是不要再提了，那是那个耳朵里面长鸡毛。